从认识自己、了解自己，原来我有这么和解的知性，人皆有佛性。所以我们的老母娘首先就肯定，人人皆有自性，人人皆有佛性。但是我们要不断的让自性跟佛性去展现。如果我们的自性跟佛性可以展现出来，我们呢其实就是一个自由的人，自由的人啊。看似我们受到很多的规矩的限制，要学礼仪啊，要学很多的经典，但是呢我们的自性跟天道是连结，是连结的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相信每一个这个浅显都能够从道里面当中了解到习道的滋味，道的美味，而且重视我们孤身一人。你因为是